正當恒指橫行盤整之時，有某啲股票已經醞釀緊下一波走勢咯。Hello，你好，我係阿 Ron 啊。正當恒指今個禮拜回調嘅時候咧，竟然俾我揾到兩隻逆市上升嘅股票。咁所以呢條影片嘅 Part One 咧，首先會公布我買咗啲乜嘢，最近嘅操作成績係點嘅。而呢條影片嘅 Part Two 咧，就會分享下嚟緊港美股嘅潛力機會，大市究竟係唔係已經回調完，準備下一波嘅爆升呢？個股方面，我會分享下阿里巴巴同埋小米嘅最新走勢。巴巴目前係咪可以依舊繼續強勢？係咪仲有上升空間呢？而小米方面，發佈會之後股價大跌8%，究竟而家要吸納定抑或要走人呢？如果你睇到影片嘅最後，仲有一隻我覺得有上升潛力嘅股票咧，會同你分享嘅。而美股方面就會分享下我對 Tesla 嘅睇法。Tesla 最近一個禮拜喺高位橫行盤整，究竟嚟緊係咪一個好嘅上車機會呢？順帶一提，我嘅免費群組當中咧會有唔同嘅教學資源、線下活動、線上活動等等嘅。所以如果你未加入免費群組嘅，記得撳留言區嘅連結去加入啦。同埋股市都正醞釀緊下一波嘅走勢，咁所以你唔想錯過後續嘅最新分析咧，確保要訂閱咗呢個頻道，開埋隔離個鐘掣。確保你唔會錯過啦。好，咁首先 part one 咧就嚟睇睇我今個禮拜買咗乜嘢股票，做咗乜嘢操作啦。咁右邊咧就係學生嘅群組啦，左邊就係股價圖。咁首先由禮拜一開始睇咧，咁禮拜一就講到咧，當時係留意緊2228晶泰控股嘅。咁啊，留意呢隻股票嘅原因咧，係因為當時佢嘅板塊咧，其實都係比較強勢嘅。咁啊，晶泰呢間公司咧，其實佢係有用 AI 同埋啲量化嘅技術去幫一啲製藥廠提供解決方案，同埋有提供一啲新材料研發嘅方案嘅。咁所以基本上呢間公司咧係可以食到 AI 板塊嘅加成，同埋製藥板塊嘅加成，雙板塊嘅加成。咁所以以板塊嚟講咧，其實晶泰控股已經係有一個優勢喺度噶啦。因為呢兩個板塊咧都係近呢一兩個月比較主力嘅一個板塊嚟嘅。除此之外咧，晶泰呢隻股票本身佢嘅走勢都係十分之優秀嘅。咁睇一睇晶泰嘅股價走勢咧，當時我喺11.3買啦，就即係黃色線呢個價位。咁呢度買入嘅原因咧，係因為佢係破咗前頂噶。臨收市前嗰口價都係可以企穩喺前頂之上嘅一個價位，咁呢個就係一個真突破嚟嘅。咁所以我趁臨收市前嗰十零分鐘、幾分鐘去買入，咁所以黃色線呢度呢，就係我嘅買入位啦。咁啊，當然我 set 咗個止蝕嘅，我嘅止蝕係10.5，不過呢，當然就冇打中止蝕嘅。咁然後禮拜一買完之後呢，禮拜2、3、4就連續3日上升啦。咁啊，基本上係買完之後即時就進入一個上升嘅走勢嘅。咁啊，呢個就係一個精準嘅買入位。如果你買入位夠精準嘅話呢，其實係可以即時享受到個回報，唔需要經歷太耐嘅下跌，又或者係一個橫行盤整嘅。咁啊，買入位夠準，基本上一買就會升上去噶啦。咁啊，呢度呢，我自己用咗個衍生工具去做啦。咁啊，禮拜一買嘅，然後揸到禮拜4嘅時候呢，已經有26%，接近30%嘅一個回報。咁當然我呢度係用認購證去做嘅。如果你計正股嘅話呢，大概10零% 左右。咁但係認購證呢，就2成，接近3成嘅一個回報。咁呢度都係講緊揸咗短2、3日啫。咁所以買入位夠準嘅話呢，其實個回報可以嚟得好快嘅。咁啊，晶泰呢隻股票主要就係個買入位準啦，再加上個板塊有2個主力板塊嘅加成，咁所以就造成咗呢單成功嘅交易啦。咁值得留意嘅係咧，晶泰呢隻股票咧，其實佢係連續1、2、3、4、4日去升嘅。咁但係我哋可以睇翻恒指嘅走勢咧，咁左邊係恒指走勢啦。恒指咧其實今個禮拜係得禮拜3升嘅啫，禮拜1、2、4、5咧其實都係跌嘅。OK，咁即係話恒指其實基本上係一個微弱嘅下跌趨勢。但係晶泰控股咧係逆市上升嘅，咁所以有時大市指數即使話唔係好夠力或者偏弱嘅一個走勢，但係如果你選股功力係夠嘅話咧，你都可以揀到啲逆市上升嘅股票。就例如呢隻晶泰控股咧，佢喺恒指唔夠力嘅時候，佢都可以獨自上升嘅。咁而呢個就係你自己嘅選股功力啦。有冇辦法揀到啲獨領風騷、獨自上升嘅股票呢？呢個能力咧都係相當之重要嘅。好，咁晶泰就禮拜一嘅操作啦，咁然後去到禮拜二咧，就講到恒指、科指有回調，不過大趨勢咧其實都未出現轉勢嘅。咁啊，2228嘅表現唔錯啦，咁啊逆市大升嘅。然後去到禮拜三咧就講到買咗另外一隻股票就係萬國數據9698啦。咁啊，我亦都係臨收市前買嘅，因為呢隻股票咧其實
當時盤中係未出現一個入市信號嘅。咁但係臨收市前呢，我就會想睇睇佢係咪真係企得穩呢。OK，咁由禮拜三就買入咗萬國數據。咁我自己咧喺40個1毫4買嘅。咁呢隻股票咧，暫時我就仲揸緊，都仲未止賺，亦都仲未止蝕嘅，暫時仲揸緊。咁當時咧，我係40個1毫4買黃色線嘅呢個價位。咁當時買咧，其實我都係臨收市前買嘅，因為我真係好想睇佢收市個口價咧，究竟係咪企穩喺突破點之上？呢隻股票嘅突破點咧，就係講緊呢條藍色線，亦即係呢個小型整固區。一般嚟講，如果遇到呢種小型整固區嘅話咧，其實就需要等股價升穿呢個區嘅區頂咧，會係一個入場點。咁最好就係收市前佢個口價都可以企得穩。再配合埋其他一啲指標板塊唔同嘅指標等等，如果都配合到嘅話咧，咁呢度會係一個好嘅入場位。暫時嚟講咧，萬國數據呢隻股票咧，我仲揸緊嘅，未止蝕亦都未止賺。睇睇之後嘅走勢會係點樣啦。但係整體上嚟講咧，其實佢都係唔錯嘅，因為佢今個禮拜咧係一個微微嘅升勢，但係你要知道恒指今個禮拜係微微地下跌嘅喎，咁所以萬國數據都算係一個逆市上升嘅一個例子。然後去到禮拜五嘅時候呢，就有另外一隻股票食糊啦，接近20萬嘅盈利。咁呢隻股票係咩股票呢？就係1347華虹半導體。咁當時我係9月18號56蚊買入嘅，要碌翻去9月18號嘅群組啦。喺9月18號呢一日咧，你可以見到咧，當時都有喺群組同學生分享啦，就係朝頭早就講緊咧，我留意緊華虹半導體嘅。然後去到稍後嘅位置咧，我就買入咗華虹半導體啦。我喺56蚊呢度去買入嘅，止蝕我 set 咗係51蚊，咁當然都係冇打中止蝕嘅。咁當時係56蚊去買入啦。睇翻個走勢咧，56蚊就係黃色線呢個價位啦。OK，咁你見到呢個價位咧，亦都係新一段升浪開展嘅一個位置嚟嘅。你見到我無論係近期嘅股票定抑或之前啲股票，你睇我之前啲復盤嘅影片呢，你都發現我大部分股票買入嘅嗰個位置呢，都係一段升浪啱啱展開嗰個位置，亦即係話前邊係一段調整市或者叫做一個橫行市，橫行調整市結束當刻，啱啱準備入升勢，中間嗰個轉折點就係一個最好嘅入市時機啦。因為你可以諗下，如果你唔係呢度入，而係你早咗入呢，咁你有機會承受一個中期調整嘅跌幅。其次就係你會嘥時間嘅，因為呢度調整都講緊個幾月時間。咁你不前困住喺一隻股票入邊個幾月，冇得買其他股票，咁其他股票會升噶嘛？等於你係浪費咗個機會成本，OK， 嘥咗時間嘅。咁所以買得早呢，會係嘥時間，又或者會甚至有機會蝕錢添嘅。咁但係如果你買得遲，咁又會點呢？你唔係買呢個轉折位嘅，而係買遲咗呢。你買喺呢啲升浪嘅中間呢，咁你就變咗高追啦。高追有個風險就係你唔知道已經升咗一段嘅時間，仲可以有幾多嘅上升空間，所以你嘅值博率唔高。OK， 同時間你嘅風險亦都係偏低嘅。咁所以買喺一段升浪嘅中間或者高追呢，都唔係一個好嘅選擇。最好呢，就係買喺一段升浪啱啱開始嗰個位，亦即係呢段中期調整啱啱結束嗰個位置。啱啱入升浪就係最好嘅位置啦。咁呢度當然我自己有啲獨家嘅指標同學生一齊去做啦。其中一個呢，就係雙綠突破。咁雙綠係我自己用緊嘅一個指標，咁同學生都有去用嘅。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指標方面呢，呢度冇時間講太多。你有興趣你可以參加我免費工作坊，嗰度會講多少少嘅。喺留言區嗰度有個連結可以報名。雙綠係其中一個指標。其次呢，另外一個原因我買入華虹半導體就係因為當時同板塊咧有另外一隻領導股去同步啟動升勢嘅，咁就係981啦。你可以睇翻981中芯嘅走勢咧，其實佢都係同時間展現咗一段升勢嘅。咁你可以發現咧，佢嘅動作其實同1347華虹咧幾乎係同步嘅。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跡象，話俾你聽咧，唔係某隻股票獨自去升，而係成個板塊嘅領頭股一齊去升。咁呢個亦都可以算係一個板塊嘅加成。OK， 你望翻中芯嘅呢一段走勢呢，其實同1347華虹嘅走勢呢，其實係如出一轍嘅。咁呢個亦都係另外一個加分位嚟嘅。OK， 咁所以當時我喺黃色線呢個位置買入呢，係因為板塊嘅加成，再加上個股本身都有一個好明顯嘅入市信號，兩樣嘢加埋就造就咗呢一單交易啦。咁而買完之後呢，幾乎係即刻就進入咗一段升勢嘅。OK， 咁個回報都係嚟得好快嘅。18號買完啦。然後去到19號揸咗一日呢，已經有8萬幾嘅盈利啦。然後再揸多幾日，
去到今個禮拜五嘅時候呢，甚至乎已經去到差不多20萬嘅盈利。咁所以當你個買入位夠準，你選股選板塊亦都夠準嘅話呢，其實係可以即買即升，個盈利係可以嚟得好快嘅。咁所以如果你都想學習下點樣可以捉到華虹半導體呢啲股票，點樣揀到呢隻股票出嚟，然後仲可以買喺一個精確嘅位置，一買就升。如果你想學習呢啲技巧嘅話呢，歡迎參加我免費嘅3日工作坊。喺留言區有個連結呢，可以報名嘅，嗰度就會更加詳細去講呢，我係點樣揾到華虹呢一類嘅爆升股。因為如果你有睇我再之前嘅影片呢，其實呢隻股票我買過2次嘅。第一次呢，我係7月24號38個6呢個位置去買嘅，買完之後亦都係馬上進入一段升浪。然後第二次買就係今次啦，喺56蚊買，亦都係馬上進入升浪嘅。基本上2次買完都係馬上進入升浪，咁所以其實背後係一個邏輯喺度嘅，唔係亂咁買嘅。OK， 有邏輯有條件，中咗呢啲條件同信號呢，我先會入市嘅。OK， 咁所以如果你有興趣學習更多，幫你喺下星期或者下個月捕捉到之後嘅爆升股嘅，咁你都可以參加我免費嘅3日工作坊。呢個工作坊呢，我相信對你含金量係極高嘅，係會幫你把握到嚟緊嘅市況嘅。工作坊係免費嘅，有興趣喺留言區嗰度報名啦。好，咁以上就係 Part 1復盤嘅部分啦。咁今個禮拜咧，基本上我就淨係得呢幾單操作嘅啫。咁呢幾單操作都係贏嘅。咁唔係我唔講輸嗰啲啊，只係今個禮拜呢，的而且確冇輸嘅交易嘅。所以今個禮拜算係比較豐收嘅一個禮拜嚟嘅。好，跟住落嚟就分享下港股同美股嘅大致走勢。咁個股方面呢，就會分享下阿里巴巴、小米同埋一隻我認為有潛力上升嘅股票嘅。而美股方面呢，就會分享下 Tesla 嘅走勢嘅。順帶一提，富途銀行係我自己用咗好耐嘅一個交易軟件，如果你未試過嘅話呢，不妨試下用啦。富途嘅操作界面比較簡單容易上手，而且你要用嘅工具呢都比較齊全，期指、期貨、期權等等都可以用到嘅。而家開戶仲會有1100蚊嘅開戶優惠，留言區嗰度有一條連結，撳入去就可以開戶噶啦。記得輸入我嘅專屬優惠碼 RONNOW 先至可以拎到你1100蚊嘅開戶回贈嘅。咁首先睇睇美股 S&P 呢邊呢，其實你可以見到美股今個禮拜4呢係一個跌勢嘅，咁但係隨即其實已經做咗一個單日嘅逆轉，而且去到禮拜5呢係即時企翻上去10天線之上嘅。咁所以美股今個禮拜呢一波回調呢，似乎係一個短期嘅調整，而並非一個真正嘅轉勢出現啦。又或者我哋可以睇埋納指呢，其實都係類似嘅走勢嘅。納指都係一樣，禮拜4呢係一個盤中嘅大跌，咁但係即時已經做翻一個單日嘅逆轉，咁而去到禮拜5嘅時候呢，更加係企翻上去10天線之上。咁所以美股今個禮拜呢波回調，只係一個比較短線少少嘅調整，而並非一個真正嘅轉勢。咁睇翻板塊方面呢，你都見到咧，生物科技股依然都係比較強勢啲嘅，繼續都係維持一個上升嘅格局。雖然短線咧都係有回調，但係大趨勢上依然都係向上嘅。而能源板塊咧都係比較強勢嘅，今個禮拜咧亦都係破咗前頂，開始進入一段上升嘅趨勢。咁所以你可以見到咧，美股咧其實開始有更加多嘅板塊跑出㗎啦。金融行業 keep 住都係一個比較橫行嘅趨勢嚟嘅，都係麻麻地嘅。而科技業代表嘅指數 XLK 咧，你可以見到雖然有個回調，咁但係去到10天線咧都係企穩嘅。所以科技股都只係一個叫做短暫唞一唞氣。其實目前嚟講，科技股嘅大趨勢依然都仲係好強嘅。咁半導體股咧，其實同科技股差不多啦，亦都係一個短線唞一唞氣、短線嘅回調。咁但係成個大趨勢上其實都係向上嘅。咁所以其實美股整體上嚟講咧冇乜大問題，小調整，然後好大機會就會繼續上嘅。而港股方面咧，我哋睇翻恒指嘅走勢咧，最近2個禮拜咧係一個小幅嘅調整嘅。港股方面咧，雖然近期有所回落啦，咁但係市場其實都等緊下一個嘅爆發點嘅。值得一提嘅係咧，北水咧今年係創下咗數港股嘅紀錄嘅，亦都係其中一個因素咧，反映咗港股係由資金同流動性去帶動嘅。咁至於北水多數買啲咩股咧？咁其實你由圖片當中都可以見到咧，係科技股、高息股同埋一啲創新藥嘅股票嘅。咁其實佢哋都係比較受到北水嘅青睞嘅。咁仲有咩方法？點樣先至可以追蹤到北水嘅資金加咗喺邊啲股票呢？咁其實大家打開富途銀行嘅 app 咧，有一個比較實用嘅功能，就係可以發現到端倪嘅。喺市場嘅頁面拉落去滬深港通嘅 tab，然後再揀港股通南向，再拉落去睇資金嘅淨流向榜，咁就可以觀察到北水投資方向啦。佢哋開始關注邊啲板塊等等，呢個都係入市港股其中一個參考方法嚟嘅。咁短期除咗睇資金流向，長遠都要睇埋企業基本面有冇增長嘅。就好似阿里巴巴咁咧，近期開大會啦，咁講咗好多關於公司嘅業務發展。除咗 AI 佢嘅雲端業務其實都係重點之一嚟嘅。咁佢嘅發展咧更加帶動咗相關股票嘅發展。咁所以其實都可以留意埋呢個行業嘅動向嘅。
而睇翻恒指嘅走勢呢，最近2個禮拜雖然有所回落，咁但係其實你可以留意到呢，今個禮拜回到20天線嘅位置呢，已經係識得停低嘅，咁並且夜期呢已經係即時反彈咗167點嘅，咁即係話呢，目前短線嚟講呢，其實去到20天線係會有支持嘅，咁而且呢，我哋可以睇翻周線圖啦，咁你可以見到呢，其實2個禮拜前，亦即係話9月8號嗰個禮拜呢，一個星期係升咗970點，接近1000點嘅。咁但係今個禮拜回落呢，只係回落咗400點嘅水平。咁所以整體上嚟講，最近幾個禮拜都係升多回少嘅。咁所以走勢上呢，其實都係維持緊一個上升嘅格局。而且呢，我哋睇埋呢2條黃色線，咁你可以見到呢，其實整體大趨勢上呢，都係維持緊呢個通道當中去運行嘅。咁所以港股目前整體大趨勢係冇變化過嘅，都係向上，只不過短期嚟講有個回調。其實有時一段大升市當中有啲短線回調呢，其實係唔需要太過擔心嘅。如果你好容易俾啲短線回調嚇走嘅話呢，其實你係好難坐到一個大嘅升浪嘅。甚至乎你有睇下前面 part one 嘅話呢，今個禮拜我都揾咗2隻逆市上升嘅股票，咁所以有啲短線回調唔緊要嘅，你選股功力好嘅話呢，一樣係可以揾到一啲逆市上升嘅股票。又或者假如你選股功力真係唔夠嘅話呢，亦都可以等到大市短期調整完再次向上嘅時候，其實都會有比較多嘅板塊同埋股票去參與到呢波嘅升勢。咁所以簡單嚟講就係目前大趨勢呢依然都係向上嘅。選股功力夠嘅話呢，喺大市短期回調期間都可以繼續去選股。但係如果你比較難去揾到一啲逆市上升嘅股票呢，你都可以等到大市短期調整完再次向上嘅時候呢，先去入市都可以嘅。咁大市幾時有機會調整完再次向上呢？目前嚟講呢，恒指呢，我係會睇26,640點嘅，亦即係今個禮拜嘅高位。咁呢個高位呢，會係一個短期嘅阻力嚟嘅，因為呢度除咗係今個禮拜個頂呢，同時間亦都係短期下降軌嘅一個位置嚟嘅。咁所以恒指假如真係有機會升得穿26,640點嘅話呢，就代表破到上升軌嘅同時，亦都係破埋今個禮拜個頂嘅。OK， 咁最好嘅情況當然係唔跌穿20天線嘅情況下，直接就可以破到呢個價位。因為如果佢跌得穿20天線再破嘅話呢，咁又係另外一個故事啦。最好嘅情況就係目前嚟講守得住20天線，而且可以向上破到26,640。咁當恒指破到呢個價位嘅時候呢，就係一個比較好嘅加倉時機啦。咁當然啦，都係正如啱啱所講，如果你選股功力夠，可以揀到啲逆市上升嘅股票，咁你大可以唔使等恒指破呢個價位嘅。就正如我今個禮拜喺恒指未破價位嘅時候，我都 keep 住去買股票。咁但係呢個係講緊你有能力揀到啲逆市上升嘅股票，你先咁樣做嘅。如果你暫時未有呢個能力嘅話呢，一個比較安全嘅做法就係等到恒指破到26,640先至去入市。呢個係對於新手或者選股功力未必好深厚嘅投資者嚟講，一個比較安全嘅做法嚟嘅。當然，如果你想提升你嘅選股功力，揾到啲逆市上升嘅股票，都歡迎參加我3日嘅免費工作坊。始終選股有咩條件，點樣喺爆升前一刻可以買得入，等等嘅技巧呢，喺呢度冇辦法詳細去展述。喺我免費3日工作坊嗰度呢，會講得詳細少少嘅。我點樣揀到每一隻爆升股出嚟？咁有興趣呢，喺留言區嗰度有個連結係可以報名嘅。當中所教嘅策略同技巧呢，係可以即時應用喺下星期嘅市況當中，幫你喺下星期即刻捕捉到下一隻嘅爆升股啦。有興趣喺留言區嗰度呢，有個免費嘅連結可以報。呢個工作坊費用全面嘅，有興趣喺留言區嗰度呢，有個連結可以報名。或者如果你唔識報名嘅話，都可以留個言話俾我聽，我睇睇點樣去幫你啦。好，咁另外我哋再睇埋科指嘅走勢啦。科指嚟講呢，其實係會比恒指強少少嘅，因為科技板塊無論係半導體、AI 相關嘅股票都好呢，其實目前都係港股比較強勢嘅一個板塊嚟嘅。咁所以科指呢，走勢係會比恒指再強少少。咁你可以見到科指呢，其實嚴格嚟講唔算係一個短期回調，佢係一個短期嘅橫向盤整。恒指呢，你可以話係短期嘅回落，但係科指呢，其實偏向係一個橫向盤整。咁你呢度呢，就見到其實科指呢係比恒指更加抗跌嘅。佢哋喺趨勢上有少少嘅唔同。OK， 科技板塊始終都係比較強勢啲，而且你可以見到科指呢，其實都係喺10天線嗰度呢，上星期已經係有承接。而且咧，你可以留意到咧，科指咧喺今個禮拜4咧係嘗試去挑戰前高位嘅。OK， 雖然禮拜4咧係升唔穿前高位，但係都叫做嘗試去挑戰緊前高位，去試緊個頂嘅。咁但係我哋調翻轉睇恒指咧，其實恒指咧係冇挑戰過前高嘅。咁其實你由呢點都見到咧，科指絕對係比恒指更加強勢嘅。
咁如果炒指數嚟講，當然科指會係比較容易有個更加大嘅 momentum 去到炒嘅。如果你炒指數嘅話，咁但係如果你話炒股票呢，咁科技股例如半導體 AI 相關嘅板塊，咁而在於炒股票嘅角度嚟講呢，科技股亦都比較容易去炒得起嘅。咁所以板塊選擇上呢，就要比較小心啲啦。咁整體大趨勢上呢，科指唔使講，都依然係繼續一個向上嘅趨勢嘅。短期橫向盤整，但係大趨勢上呢，其實早前已經破咗新高位，目前都係喺新高附近嘅價位上落橫行。大趨勢上依然都仲係繼續向上嘅。我自己都係覺得同一個原理啦，就係喺一段大升市當中，唔好太過介懷一啲短期嘅調整或者短期嘅橫向盤整。呢啲喺大升市當中呢，反而係一個上車嘅機會嚟嘅。前兩集嘅影片呢，我記得有講過一個 concept，就係快牛同慢牛嘅分別。而家港股呢，就係行緊一個慢牛嘅市況嘅，亦即係話升一浪大嘅，然後回一回調整下，然後繼續再升下一浪。假如科指呢係有能力破到6461，亦即係前頂呢個價位嘅話呢，咁就有機會開展下一段嘅升浪嘅。而我自己呢，亦都係會比較關注科技板塊嘅一個動向，因為始終科技股作為一個比較強勢嘅板塊，假如科指係破到頂嘅話呢，係有機會帶動成個市場嘅其他板塊嘅發展嘅。呢個就市況方面啦。至於個股方面呢，首先睇睇阿里巴巴嘅走勢啦。阿里巴巴呢，喺禮拜3嘅時候呢，就有傳同英偉達合作，然後呢，直接單日就升咗9%，但係去到禮拜4同禮拜5呢，就小幅回落。目前嚟講呢，我認為如果有貨嘅話呢，其實都係要繼續揸噶啦。雖然禮拜4、5叫做回翻少少啦，但係其實你睇翻成個大趨勢嚟講呢，都依然係向上嘅。OK， 係未有任何轉勢出現。而且呢，我都可以咁樣講啦，就係阿里巴巴即使嚟緊會有一啲短期嘅調整，或者叫做一個短期嘅橫向盤整都好呢，都係一個好正常嘅表現嚟嘅。因為一隻股票呢，其實你可以諗下，由100頭嘅價位跑到160-170呢，升咗50-60蚊嘅情況下呢，其實要休息下都係好正常嘅。只要大趨勢整體都係向上，即使佢短線有啲盤整或者短線有少少嘅調整，其實我覺得都好合理嘅。巴巴目前嚟講呢，其實都係升咗第一浪嘅啫。我哋可以參考另外一隻股票就係700啦。700騰訊呢，其實你可以見到呢，佢都係升咗好幾浪嘅。首先騰訊呢，最早係由7月15號開始開展呢一段新嘅升勢嘅。然後一升呢，就升到去8月中，升咗1個月，然後呢，先開始進行一個橫向嘅盤整嘅。叫做調整咗3-4個禮拜，然後去到9月頭呢，又開始入第二波升勢啦。而家繼續去調整，所以其實你可以見到一隻股票如果佢長升長有嘅話呢，佢嘅 pattern 就會係升一浪，然後調整一排，再升一浪，再調整一排，再升一浪。巴巴目前嚟講呢，睇翻佢嘅走勢，佢只係升咗第一浪嘅啫。所以稍後如果佢有調整或者一啲橫向盤整嘅話呢，都係正常嘅，因為你調整完先可以繼續有第二浪嘅升勢，再調整再有第三浪嘅升勢，就好似一個人跑馬拉松咁樣。你跑完第一段，咁你都要唞一唞嘅。所以我自己認為呢，巴巴目前呢個位呢係唔適合去高追，但係有貨呢就要繼續揸嘅。至於冇貨或者買得唔夠貨咁點呢？就等佢往後有啲調整出現嘅時候，先繼續去入市啦。整體嚟講，巴巴嘅走勢，定抑或係英偉達嘅戰略合作，或者最新嘅 AI model 等等，其實唔同方面都係顯示繼續係利好嘅。只不過股價走勢始終都係需要等待一個合理嘅休息區，或者叫做一個橫向調整區呢，再去入市會比較合理啲啦。而另外一隻同巴巴走勢比較相反啲嘅股票呢，就係小米集團啦。小米呢，你可以留意到呢，其實今個禮拜成個禮拜呢，佢係一個下跌嘅走勢嘅，佢係並冇跑贏恒指嘅。OK，你可以見到日線圖嚟講呢，禮拜4係一個大升，升咗4%嘅，但係禮拜5呢，隨即就跌咗8%，而且係講緊一日4億股嘅成交量，呢個成交量呢，甚至係比升勢嗰一日嘅成交量更加大嘅。通常喺發佈會之後出現呢種假突破嘅走勢呢，都係一個比較危險嘅走勢嚟嘅，代表市場呢，主流嘅資金係並不睇好呢一隻股票嘅。無論你中唔中意小米嘅17 Pro 都好啦，你中唔中意佢後邊個 screen 都好啦，但係市場嘅資金唔認同呢隻股票，所以目前嚟講呢，睇翻資金流層面呢，其實小米都係比較負面啲嘅，開始有啲資金係流出緊噶啦。所以我自己覺得呢，小米目前嚟講係唔應該去撈底嘅，我哋係應該要去避開嘅。
而且我哋睇翻個趨勢呢，目前嚟講呢條上升軌呢，小米係已經跌穿咗噶啦。OK， 雖然去到50天線叫做暫時守得住，但係呢條上升軌呢都已經跌穿咗，所以暫時嚟講大趨勢上，我認為小米都係比較危險少少嘅。咁當然啦，佢短線可以有啲好短期嘅反彈嘅，即係你去到傳統50天線呢啲價位有啲短期反彈好正常嘅。咁但係反彈係反彈，佢未必會係一個升勢咯。目前嚟講，我認為小米有機會短期反彈，咁但係繼續會有下一波嘅跌浪出現嘅。目前嚟講呢，一個初步轉勢已經係形成咗㗎啦，咁所以小米其實都係比較危險少少，特別係呢種轉勢如果發生喺發佈會之後呢，係更加危險嘅。OK， 因為有事件催化劑嘅驅動而形成呢個資金嘅流走，呢件事係比較危險少少嘅。所以雖然我未必會去沽空小米啦，咁但係最起碼我一定係會避開佢，唔會喺呢個位置去入市嘅。咁講完小米就分享一隻我認為有機會有潛力上升嘅股票啦，就係啱啱有提過嘅騰訊啦。咁騰訊呢隻股票呢，其實我自己呢係買過2次嘅。咁第一次呢係講緊534蚊，亦即係黃色線嘅呢個價位去買入嘅。咁你見到534蚊買完之後呢，基本上係即時入咗一段嘅升浪嘅，而且534蚊呢個價位呢，亦都係成個趨勢轉變嘅位置嚟嘅。呢度基本上就係一段大升浪開展嘅一個位置，亦即係一個趨勢嘅轉折點。OK， 咁所以當時534蚊呢度咧係一個比較好嘅買位啦。咁而第二次買呢，就係617蚊啦，就係9月8號嘅。咁617蚊再買呢，呢度就係買緊一個中期調整嘅轉勢。咁你可以見到呢，其實700係由8月尾啦，一直調整到9月頭，調整咗2個禮拜嘅。咁然後去到9月8號呢，再次有趨勢上嘅轉變，然後617蚊買完呢，即時再入一段新嘅升勢嘅。OK， 咁所以其實我買咗2次都係買咗喺佢轉勢嘅位置。第一次買完進入升勢，第二次買完亦都係進入升勢嘅。咁當然，如果你都想捕捉到類似呢一啲股票嘅話呢，其實你可以參加我3日嘅免費工作坊，嗰度會詳細啲去解釋我以上呢啲股票係點樣去操作嘅，我係點樣捉到喺一個轉勢嘅位置。留言區嗰度有個連結可以報名嘅。咁點樣捉轉勢嘅股票，點樣捉爆升嘅股票，呢啲呢喺影片度比較少時間去展述。咁但係喺工作坊嗰度有啲比較秘密少少、入肉啲嘅內容呢，就可以盡情啲去講啦。咁有興趣呢，喺留言區嗰度就可以報名噶啦，費用全免嘅。咁目前嚟講呢，去到而家呢個價位呢，佢有機會出現第3次嘅轉勢啦。因為你可以見到呢，其實佢都係做咗個零2個禮拜嘅一個橫行整固嘅。由9月18號開始呢，有個小幅嘅回落，咁然後去到9月尾呢，大概有2個禮拜左右嘅一個橫行整固嘅。咁而值得留意嘅係呢，去到今個禮拜3呢，係企翻上去10天線之上嘅，而禮拜4、5呢，係一個小幅回落。咁你可以見到禮拜3、4、5呢個組合呢，係升多而回少嘅。咁喺一個橫行調整當中，你見到呢種 pattern 呢，係比較利好啲嘅。而睇翻成交量方面呢，近1個禮拜都係比較低成交量嘅。咁呢樣嘢呢，其實對於一個大機構嚟講呢，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佢哋通常中意喺啲成交量比較低迷、冇乜人同佢哋爭貨嘅情況下呢，就有機會去買貨噶啦。所以而家呢，我就會留意騰訊喺接下落嚟呢1、2個禮拜會唔會有大資金嘅介入呢？如果有嘅話呢，將會係一件好事嚟嘅。至於走勢方面呢，目前嚟講呢，其實係一條短期嘅下降軌。咁所以我自己會留意呢，就係騰訊有冇機會可以升得穿呢條短期下降軌呢？而且佢升穿下降軌嘅同時，最好係升穿埋659蚊嘅，亦即係上一浪嘅浪頂嘅位置。咁所以我自己認為呢一個突破點就係659蚊。股價如果升穿呢個價位嘅話呢，我相信係有機會結束咗呢個中期調整嘅，咁然後再進入下一浪嘅升勢。咁如果你係學生嘅話呢，你記得睇埋突破嘅時候有冇雙綠嘅出現，同埋會唔會有多時間維度上嘅配合。咁659蚊呢會係一個比較好嘅突破點。假如企得穩呢個價位呢，相信係有機會結束咗呢個短中期嘅調整嘅。而板塊方面呢，當然700都係比較有優勢嘅。咁所以板塊嘅配合再加上個股亦都係比較強勢呢，我認為700嚟緊呢，只要佢係可以升得穿659嘅話呢，咁就會有一個機會出現嘅。咁當然啦，個前提係佢要升得穿呢個價位，即係並非話現價去入，而係要等佢升穿咗呢個突破點，先至會係一個比較好嘅入市時機嘅。咁假如真係升穿659嘅話呢，我自己個止蝕就會擺喺20天線左右嘅。咁呢個會係一個比較合理啲嘅止蝕。
咁啊，當然我都係要再次強調啊，就係唔係話現價去買嘅，唔係話聽到個 number 就衝入去買嘅。因為如果你諗住聽個 number 就衝入去買，唔識睇咩嘅突破點，唔識睇走勢嘅話呢，其實你好容易輸錢嘅。OK，咁當然走勢方面呢度冇辦法好詳細地教學。有興趣嘅話，你參加我3日嘅免費工作坊，嗰度會講得詳細少少嘅，會幫到你捕捉下一波嘅走勢，下一隻嘅爆升股。有興趣喺留言區嗰度有個連結去報名㗎啦。而最後再分享下 Tesla 嘅走勢，因為 Tesla 咧其實喺前2個禮拜咧有一波好唔錯嘅升勢。講緊9月11號嘅時候咧，由350蚊咧係一升咧就升到去440蚊嘅，咁係升咗足足90蚊嘅。咁所以呢波係一波非常之強嘅升勢。而近期咧，亦即係今個禮拜咧，其實開始做翻個短期嘅橫向盤整啦。咁所以喺一段升浪當中，一有一啲短期嘅調整或者短期嘅橫行咧，呢啲就係一啲比較好嘅上車機會嚟嘅。咁目前嚟講咧，你可以見到今個禮拜4去到10天線咧係跌唔穿嘅，而去到禮拜5咧盤中都係跌穿10天線，但係即時縮翻上去，始終去到今個禮拜收市嗰一刻咧都係企穩喺10天線之上。咁呢個係一個好嘅現象嚟嘅。咁再加上成個走勢咧，其實都係一個短期嘅盤整啦。咁所以我預計咧，假如 Tesla 係可以有1-2個禮拜嘅盤整，然後升得穿445蚊嘅話咧，呢度會係一個唔錯嘅突破點。咁都係嗰句啊，我唔係話現價去買。咁但係445蚊咧，如果股價係有能力升得穿，並且企得穩呢個價位之上，而唔係一個假突破嘅話呢，咁呢度會係一個唔錯嘅入場位嚟嘅。咁如果你係學生嘅，睇埋有冇上落，有冇多時間維度嘅配合。咁445呢會係一個突破點嚟嘅。咁假如股價真係升得穿呢個價位呢，一個比較合理啲嘅止蝕就係擺喺橫行區嘅浪底啦，亦即係435蚊。OK， 咁呢度會係一個比較合理啲嘅止蝕。咁但係我都係要再次強調就係升穿突破點先至符合到一個入場條件，就並非話現價去買嘅。咁喺一段升浪當中嘅短期橫行，短期盤整當中去揾位置上車呢，呢個係一種比較典型啲處理強勢股嘅方法嚟嘅。咁就睇下個禮拜 Tesla 升唔升穿445呢個價位啦。咁大趨勢上呢，其實如果佢真係有能力升得穿呢個價位嘅話呢，其實呢一段短中期升浪呢，有機會再去挑戰下新高位置嘅，亦即係488蚊嘅。而488蚊呢，亦都係上年嘅一個高位嚟嘅。咁所以呢度嘅中間嘅水位呢，係講緊445去到488蚊，係大概有40蚊嘅水位嘅。咁所以值博率都係比較高啲嘅。因為如果445升穿去入場，咁然後止蝕係擺喺435蚊嘅話呢，咁即係話其實我係拎咗10蚊出嚟做止蝕啫。咁但係上面嘅盈利空間講緊有40蚊嘅，咁即係理想嘅話呢，係有機會做到3至4倍嘅一個盈虧比。咁所以呢度嘅值博率呢都係有嘅。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就係要等佢升得穿個價位先，甚至乎係要企穩，有雙錄，有多時間維度配合等等嘅條件全部發生，先係一個比較確認啲嘅突破。否則嘅話呢，胡亂入場都係個勝算係可以好低嘅。OK，咁當然技術層面，如果你唔明啱啱我講嘅技術內容係咩意思嘅話呢，你參加翻我免費工作坊，你就會明白當中所用到嘅策略㗎啦。OK，咁有興趣喺留言區嗰度就自己去報名啦。咁今集嘅內容呢，就暫時到呢度為止啦。我哋下一條片再見啦，拜拜。